好多女人一過50歲，最驚聽到兩個字就係收經。你唔好笑，呢兩個字表面睇好似只係身體一個變化，但好多女人一聽個心即刻沉一沉，好似突然有人喺耳邊同佢講：你前半生條路行完啦，你唔再後生啦，你唔再有女人味啦，你開始老啦。有啲女人嘴硬會話：收咪收咯，反正每個月都麻煩，唔嚟仲乾淨。但到夜闌人靜，沖完涼照鏡嗰陣，摸一摸自己條頸，望一望眼角嗰幾條紋，再諗起老公呢幾年少咗一句關心，仔女大咗又各有各忙，個心就會忽然酸一酸。佢未必講出口，但心裏面一定問過自己一句：女人過咗50，係咪真係冇乜好期待？我同你講，唔係咁睇，收經唔係女人枯萎，真真正正令女人枯萎嘅係你以為自己已經冇價值。收經唔係命運判你老，真正判你老嘅係你前半生啲怨氣、啲驚慌、啲委屈、啲死頂，樣樣都冇放低，仲日日背住行。古人講女子以血為本，中醫又講腎藏精，精生髓，髓養骨。呢幾句聽落好深，其實講返做人話就係女人一生嘅氣血同精神，唔係無窮無盡。後生嗰陣你可以捱夜，可以勞氣，可以為老公仔女跑上跑落，可以成日忍住唔出聲，第二朝瞓醒又好似捱得過。但去到50歲前後，身體就開始同你講真話，唔係懲罰你，係提醒你前半生你向外耗得太多，後半生要學識向內收返。所以我成日同啲太太講，收經呢件事唔好淨係當佢係一個衰老信號，你要識得睇佢背後嗰份提醒。女人每個月嘅月事表面係排出，深一層其實係身體一種運行。去到某個年紀，月事慢慢停低，唔代表你身體冇用，而係天時叫你唔好再將精氣一路向外散。前半生你要生養，要照顧，要付出；後半生你要收藏，要安神，要養骨，要養心。但我講清楚，呢度唔係話身體有異常都唔使理。收經之後，如果有無端端出血、長期痛、心悸到頂唔順、長期瞓唔到、潮熱嚴重，該睇醫生就一定要睇。老祖宗嘅智慧唔係叫人迷信，更加唔係叫人硬忍。真正識養生嘅人係知天命，亦都知分寸。我今日想同你講嘅係另一樣好多女人忽略咗嘅嘢。50歲後最應該排走嘅，未必係身體入面嗰啲血，而係你心裏面沉咗幾十年嘅怨氣。呢樣嘢如果你唔排走，唔係會變成福氣，而係會變成骨子裏面嗰股寒。你成日話自己腰酸、膝頭軟、手腳凍、瞓醒都攰，當然可能有身體原因，但我見過太多女人，真正拖垮佢嘅係心態苦。人一苦，氣就鬱，氣一鬱，血就唔暢，血唔暢，成個人就好似長年被一層灰霧包住，面色唔開，眼神唔亮，講兩句就火起，坐喺屋企都覺得自己委屈。我以前識一位街坊太太，住喺土瓜灣一棟舊樓，姓梁，我哋叫佢梁太。佢後生嗰陣好能幹，真係一個頂3個。老公做運輸，收入時好時壞，屋企2個仔1個女，全部都係佢一手湊大。朝早6點幾起身煲粥，送仔女返學，返嚟買餸洗衫，夜晚仲要幫老公計數。老爺奶奶唔舒服，又係佢跑醫院，成家人都話冇咗梁太，成頭家都散。但你知唔知一個女人最苦嘅地方就係人人都話冇咗你唔得，偏偏冇人問你一句你攰唔攰？梁太48歲開始月事亂，時早時遲，時多時少，到51歲慢慢收咗經。初頭佢覺得鬆一口氣，話終於唔使每個月咁麻煩。點知過咗幾個月，佢開始成晚瞓唔着，一瞓低就心煩，半夜出汗，天光起身又覺得腰骨空空，成個人好似被抽鉗。佢最難受唔係身體，係個心。佢話我好似突然唔識做人，以前我日日忙到連病都冇時間病，而家仔女大咗，老公又少講嘢，我坐喺屋企，覺得自己好似一件舊家子，擺喺度都冇人望。
你聽到呢句就知佢唔係單純身體唔舒服，佢係前半生用盡晒力做人哋嘅太太、人哋嘅阿媽、人哋嘅新抱，但從來冇好好做返自己。後來佢聽人介紹買咗好多補品，黑豆、阿膠、鹿茸、人參，樣樣都試。人哋話補血，佢就補血；人哋話補腎，佢就補腎；人哋話飲咩痛好，佢就日日煲。結果補到口乾、喉嚨痛，脾氣更加暴躁。老公返屋企遲少少，佢就爆；仔女電話少打一個，佢就喊；鄰居一句無心説話，佢可以記足3日。有一日，佢同大仔鬧交，個仔其實只係講咗句：媽，你唔好成日諗咁多啦。梁太聽完成個人崩塌，拍住張台話：你哋個個都嫌我煩，我辛苦咗半世，最後換嚟一句我諗多咗。嗰晚佢心口翳住，屋企人嚇到送佢去急症。檢查完，醫生話暫時未見大問題，但要注意休息同情緒。佢返嚟之後，經朋友介紹去見一位老中醫。嗰位老先生睇完佢舌脈，冇即刻開一大堆補藥，只係問咗佢一句：你呢幾十年有冇真正喊過一次？梁太聽完呆咗，佢話：喊邊有時間喊？老公生意唔好，我唔敢喊；仔女考試，我唔敢喊；奶奶病，我唔敢喊；屋企冇錢，我更加唔敢喊。我一喊，屋企就冇人撐住。老先生嘆咗一口氣，同佢講：太太，你以為你身體冇排走嘅係經血，其實你幾十年冇排走嘅係怨氣。你以為收經之後要狂補，其實你要先通。心唔通，補乜都塞；氣唔順，食乜都化成火。呢句說話，梁太後來同我講，佢一世都記得，因為佢突然明白，原來自己唔係老咗先變得暴躁，而係前半生太多委屈，去到50歲之後再冇地方收埋。《黃帝內經》入面有句好出名嘅說話，叫做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意思唔係叫你咩都唔做，亦唔係叫你扮清高，而係話一個人個心慢慢平翻，個神守得住，身體入面嗰股正氣先有地方安住。你日日嬲，日日怨，日日驚，日日覺得自己被虧待，真氣點會唔散？女人50歲後最怕嘅唔係收經，最怕係收唔到心。你個心仲日日追住過去，追住老公以前一句傷你嘅說話，追住仔女某次唔體諒你，追住奶奶當年點樣刻薄你，追住自己後生時錯過咩，毀生咩，冇得到咩。你以為自己係記性好，其實係命入面有個結，結咗太耐變成寒，寒入骨，個人自然越活越硬。易經講陰陽消長，唔係一成不變。女人後生時氣血向外走，係春夏之象，有花開，有結果，有奔波，有付出。去到50歲後，慢慢入秋冬之象，唔係死寂，而係收藏。秋天啲樹葉落下，唔係棵樹死咗，而係棵樹將養分收返入根。冬天嘅大地沉靜，唔係冇生命，而係生命喺泥土深處養緊力。所以你要明白，所謂逆生長，唔係叫你50歲扮30歲，唔係逼自己塊面冇紋，唔係同後生女比身材。真正嘅逆生長係你唔再被怨氣拖老，你開始瞓得穩，講嘢冇咁尖，眼神冇咁苦，腰背雖然有歲月痕跡，但行出嚟有一種安定。呢種安定先係女人後半生最貴嘅氣質。梁太後來點改？唔係靠一味神藥，老中醫叫佢做3件好簡單嘅事。第一，每晚11點前上床，唔好再夜晚坐喺廳度等老公返嚟先肯瞓。第二，每日落樓行半個鐘，唔係為減肥，係俾自己條氣行翻開。第三，每日寫低一句：今日我唔再怨邊個。初頭佢覺得好可笑，話寫呢啲有咩用？老先生話：你怨咗幾十年，唔可以要求自己一日放低，但你每日放一粒沙，個心總有一日輕返。幾個月後，梁太唔係變咗少女，亦唔係突然百病全消，
人到咗呢個年紀，唔好講假話，身體總有身體嘅規律，但佢個人真係唔同咗。以前佢一講嘢就好似把刀，句句割人。後來佢講嘢慢咗，面色柔咗，連個仔都話：媽，你而家好似冇以前咁辛苦啊！佢聽完冇再喊住鬧人，反而笑一笑話：我以前真係太攰啦。你睇，女人嘅骨髓精華唔係靠死命補返嚟。精血同源呢句說話講到最深處，其實係提醒你唔好再亂耗自己。你少一分怨就少耗一分神，少一分驚就少散一分氣，少一分硬撐就多一分精留喺身體入面。前半生你流出去嘅未必可以原封不動拎返，但後半生你唔再亂流失就已經係福。好多女人50歲後最中意問我仲可以點補，我會反問佢：你肯唔肯先唔再傷自己？你一邊食補品，一邊日日鬧自己命苦，一邊煲養生湯，一邊晚晚嬲到瞓唔着，一邊話要保養，一邊乜都攬上身，仔女嘅事你攬，老公嘅情緒你攬，親戚嘅是非你又攬。你咁樣再貴嘅補品都補唔過你日日流出去嘅精氣神。人到中年以後，身體開始同你講真話。後生時你虧欠自己，身體未必即刻出聲。去到50歲後，佢會用瞓唔好、腰損、心煩、火氣、怕凍、冇精神，慢慢提醒你唔好再咁過。收經只係其中一聲鐘，鐘聲響起，唔係催你老，係叫你醒。講到呢度，我知道一定有啲女人心裏面會諗，你講梁太呢個故事，我聽落好似有啲似我，但我又唔係完全一樣。我冇佢咁大脾氣，我亦冇成日鬧人，我只係覺得自己越嚟越淡，越嚟越乾，越嚟越唔想講嘢。以前我都會笑，會打扮，會期待老公返屋企，會等仔女放學，會為一餐飯忙到好開心。但而家唔知點解，間屋明明都係嗰間屋，人都係嗰幾個人。我坐喺梳化度，心裏面就好似有個窿，風吹入嚟，冷冷清清。我同你講，呢種感覺好多50歲後嘅女人都有，只係未必講出口。因為女人一生最叻就係忍，後生忍窮，中年忍攰，老咗忍孤單，忍到最後連自己都以為呢個就叫成熟，其實唔係。忍得有智慧叫修養，忍到心死叫耗命。我再講一個我親眼見過嘅例子。以前我喺香港講座，有一位太太坐喺最後排，56歲左右，穿得好整齊，頭髮梳得好貼服，手袋放喺膝頭上，成個人好端正。但我一望佢雙眼，就知道佢心裏面好攰。你知唔知人嘅眼神呃唔到人？有啲人笑得好大聲，但眼入面有光；有啲人全身名牌，但眼入面好似一間冇開燈嘅屋。講座完咗，佢行埋嚟同我講：女人收經之後係咪真係等於人生後半場冇晒意思？我問佢點解你會咁講？佢沉默咗好耐，先慢慢講。佢姓陳，住喺將軍澳。後生時同老公由一無所有捱起，嗰陣兩公婆住公屋，老公做地盤，佢做文員，夜晚返屋企仲要煮飯洗衫。後來老公轉做小生意，收入好過以前，但壓力亦大，佢就辭咗工，專心照顧兩個仔。幾十年嚟，佢冇真正為自己買過一件貴衫，冇一個人去旅行，冇一日可以瞓到自然醒。老公有應酬，佢唔問；仔女有需要，佢即刻做。奶奶講嘢難聽，佢吞落肚。佢成日同自己講：一家人嘛，算啦，忍下就過。但有啲嘢唔係過咗就冇，你忍落肚嘅說話會變成胸口一團氣，你吞落去嘅眼淚會變成半夜瞓醒嗰陣嘅心酸。你以為自己好偉大，結果去到某一日，身體同你講：夠啦，唔好再扮冇事。陳太52歲收經，初頭佢都同好多女人一樣，覺得只係生理變化，冇乜大不了。但慢慢佢發現自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皮膚乾，頭髮薄，腰背旋，最慘係個人冇晒心氣。
老公同佢講嘢，佢聽到一半就覺得煩。仔女返嚟食飯，佢明明好掛住佢哋，但一開口又變咗問責。點解咁耐先返？點解電話唔覆？點解有事先揾我？結果仔女更加少煩，屋企更加靜。有一晚佢喺廚房洗碗，聽到老公喺廳同朋友講電話。老公冇惡意，只係隨口講句佢。佢而家收經之後，成個人好敏感，講多兩句都唔得。陳太聽到呢句，手上隻碗差啲跌落地。佢話嗰一刻佢唔係嬲，係凍到好似自己幾十年付出，到最後只係換嚟一句我好麻煩。佢冇即刻鬧，冇即刻喊。佢洗完碗抹乾手，返房關埋門，坐喺床邊坐到天光。第二朝起身，佢照樣煲粥，照樣洗衫，照樣做晒屋企所有嘢。但佢話由嗰日起，佢個心好似唔再喺屋企。你聽到呢度會唔會覺得熟？好多女人就係咁，佢唔係突然唔愛屋企，佢係忽然發現自己愛咗太耐，愛到冇咗自己。佢唔係想離開任何人，佢係想揾翻一個曾經被自己丟低嘅人，嗰個人叫自己。我當時問陳太：你最痛嘅係咩？係身體老咗，定係覺得冇人明白你？佢眼眶即刻紅。佢話我最痛係我自己都唔明白自己。我明明唔想鬧仔女，但一見到佢哋就忍唔住。我明明想同老公好好講嘢，但一聽到佢語氣唔耐煩，我就好似成個人着火。我知自己唔好，但我控制唔到。我係咪真係變咗一個討厭嘅女人？我同佢講：你唔係討厭，你係耗盡咗。人最怕就係冇人教你分清楚衰老同耗盡。衰老係自然規律，好似春夏秋冬，人人都會經過。耗盡係你長年累月將自己滯虔，明明已經冇力，仲要逼自己交功課。收經之後，如果你只係將自己睇成失去、凋謝、冇用，你就會越活越縮。但如果你識得睇，佢其實係命運叫你轉身，由外面翻入自己裏面。易經裏面有一卦叫坤卦，坤卦卦辭講元亨利便馬之挺，好多人聽到覺得深。其實講返淺白啲，坤就係大地，大地唔爭唔搶唔出風頭，但萬物都靠佢承載。女人好多時就似坤，後生時承載父母，中年承載老公仔女，甚至承載成個家族嘅情緒同瑣碎。坤德係偉大，但你要記住，大地都要有四季，你唔可以一年365日都叫塊田生長，唔休息唔養土，咁再肥嘅田都會崩子。所以坤卦嘅智慧唔係叫女人永遠忍，永遠低頭，永遠做背景。真正嘅坤德係柔而有戒，順而有守。柔唔等於冇骨氣，順唔等於冇自己。大地可以承載萬物，但大地亦有山川河流，有邊界，有節氣，有收藏。女人50歲後最重要就係學識唔再無止境咁承載別人，而係先承載返自己。陳太就係未明白呢一點，佢前半生太坤，坤到冇咗自己嘅聲音。老公要面，佢俾；仔女要自由，佢俾；老人家要照顧，佢俾；親戚要幫手，佢又俾。俾到最後，自己內裏空咗。到收經之後，身體嘅潮水退咗一層，底下啲石頭全部露出嚟。嗰啲石頭就係怨、驚、不甘、孤單。已經仲有一卦叫復卦，復卦講反覆其道，7日來復。意思唔係迷信7日就變好，而係講天地之間去到極處，自然會有一個翻轉頭嘅契機。冬至一陽生，最冷嘅時候，陽氣開始喺地底慢慢翻嚟，你睇唔見，但佢已經動咗。女人50歲後就係人生嘅復卦。外面睇好似青春退咗，月事停咗，皮膚鬆咗，精神冇以前咁旺。但深一層睇，如果你肯翻到自己身上，肯收心，肯養神，肯放低多年怨結，嗰一點陽氣就會慢慢翻嚟。呢個翻嚟唔係翻去20歲，而係翻去一個清明自在有力量嘅自己。我同陳太講，
你而家最需要做嘅唔係同老公拗一句公道，唔係逼仔女即刻體諒你，亦唔係照鏡時日日嫌自己老。你而家第一件事係停一停，停低你嗰種自動照顧所有人嘅手，停低你嗰種一委屈就攻擊人嘅口，停低你腦裏面日日重播嘅舊戲。你唔停，伏卦入唔到你命裏面，因為新嘅陽氣要喺安靜入面先養得起。佢問我，咁我可以點做？我同佢講，好簡單，由3個唔開始。第一，唔好再半夜翻舊賬。你一到夜晚就諗起邊個對你唔住，邊句說話傷過你，邊件事你冇得到公平。夜晚本來係養陰養神嘅時候，你用嚟翻舊賬，就等於用自己嘅骨髓去餵怨氣。第二，唔好再用付出去換認同。你想仔女勢你，唔係靠你做到死；你想老公尊重你，唔係靠你忍到死。真正嘅尊重，先由你尊重自己開始。第三，唔好再當收經係收閪，呢個係女人身體一個關口，唔係失敗。你越憎佢，越怕佢，你個人就越緊。你越願意接納，越願意調養，身心反而慢慢鬆開。陳太聽完冇即刻變，人幾十年養成嘅性情，邊有可能一晚改晒？但佢做咗一樣嘢，佢開始每日早上未煮飯之前，先落樓行20分鐘。以前佢覺得自己未做好屋企嘢，冇資格行。後來佢慢慢明白，自己唔係屋企嘅工人，自己係一個有命有氣嘅人。嗰20分鐘，佢唔聽電話，唔諗菜單，唔諗仔女，淨係慢慢行，睇下樹，睇下天，呼吸幾口清氣。一開始屋企人唔習慣，老公問點解今日粥未煲，佢冇嬲，只係話我落咗去行一陣，等陣煲。以前嘅陳太一定會覺得內疚，覺得自己冇做好太太，但嗰日佢冇。佢話好奇怪，我講完呢句，個心好似冇咁驚。你睇命運嘅改變好多時唔係轟轟烈烈，唔係要你即刻搬走，唔係要你同全世界反面，唔係要你變成一個硬到冇情嘅人。真正嘅轉化係你終於肯將自己擺返入自己人生嘅中間。以前你只要別人舒服，自己點都得。而家你開始明白，我舒服，屋企先有和氣，我有氣先有力照顧人，我心裏有光，先唔會將黑暗發洩喺最親嘅人身上。過咗半年，陳太再嚟揾我，佢個樣冇話突然後生10年，唔好講呢啲呃人嘅說話，但佢眼神唔同咗。以前佢眼入面係灰嘅，成個人好似一張被風吹舊咗嘅紙。而家佢眼神定咗，面色柔咗，講嘢冇咁急。佢同我講，老公依然唔係好識講甜言蜜語，仔女依然忙，但佢冇以前咁容易崩塌，因為佢開始知道自己唔可以再將生命嘅所有價值放晒喺別人嘅反應上面。佢講咗一句好有意思嘅說話，佢話，我以前以為收經係女人失去一樣好重要嘅嘢，而家我覺得佢好似係叫我唔好再流失自己。呢句講中咗。收經後嘅女人最應該明白嘅，唔係我仲可以點樣扮後生，而係我仲有幾多精氣神，值得好好收藏。中醫講鎮主骨，生髓通於腦。骨唔單止係身體嗰副骨架，亦係做人嘅骨氣。髓唔單止係身體嘅精微，亦係你生命深處嗰種精神。你前半生如果日日驚、日日怨、日日硬撐，最後消耗嘅唔單止係皮膚，係你骨子裏嗰股精神。所以我先話，真正冇排走嘅唔係收經後身體少咗咩，而係心裏面多年積落嘅濁氣。鬱氣唔走，補品都變成負擔；怨氣唔化，福氣入唔到門；心氣唔平，骨氣就立唔穩。你成日以為自己要補血、補棍、補膠原，其實最先要補嘅係一份安定。安定先係後半生最好嘅補藥。道德經講，致虛極，守靜笃，意思係一個人要懂得將心裏面多餘嘅雜念慢慢放空，守住一份真正嘅寧靜。50歲後嘅女人最怕仍然活得好嘈，外面未必嘈，心裏面嘈，成日計較邊個孝順啲，邊個講錯嘢，
邊個冇記住你生日，邊個食飯冇夾餸俾你。你唔係唔可以在意，而係唔好樣樣都放入骨髓裏面記住。人哋一句無心說話，你記3年；仔女一次忽略，你痛10年；老公一個眼神，你翻舊賬翻到半夜。咁樣唔係情深，係傷神。佛家講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你到最後會發現屋企幾大，銀行有幾多，仔女幾叻，當然重要。但真真正正陪你行入晚年嘅係你個心有冇安。你心唔安，住海景樓都似坐牢；你心安，食一碗白粥都覺得有味。女人後半生嘅貴氣唔係珠光寶氣，係小怨氣；唔係面上冇紋，係心裏冇刺；唔係人人讚你義生偉大，係你終於肯溫柔對翻自己。你以前靠硬撐過日子，後來要靠智慧過日子。硬撐會傷骨，智慧先養水。所以收經唔係一個句號，佢係一個轉折。你可以將佢睇成衰老嘅開始，咁你就會一路向下跌。你亦可以將佢睇成收藏嘅開始，咁你就會慢慢向內生長。誰嘅生命唔只係開花嗰陣先叫美，深秋枝葉少咗，但根扎得更深，年輪更厚，經得起風雨嗰種美，後生人未必有。我見過有啲女人50歲後反而越嚟越好睇，唔係因為佢冇老，而係因為佢唔再慌，佢唔再日日盯住鏡入面啲紋，唔再同20-30歲嘅女人比較，唔再一聽到收經就覺得自己跌價。佢知道自己經過半生風雨，養大過人，愛過人，痛過人，亦終於開始學識養自己。呢種女人行出嚟講嘢慢慢地，笑容淡淡地，但旁邊人會覺得舒服，因為佢身上冇咁多怨，冇咁多急，冇咁多要人補償嘅苦。呢個就係復卦嘅力量。去到最冷，陽氣反而開始翻嚟；去到最靜，生命反而開始重新有根。50歲後嘅女人，只要肯轉念，肯收心，肯放低嗰啲唔應該再背住嘅舊賬，你會發現所謂骨髓精華唔係一個神奇講法，而係你唔再亂耗之後，生命深處慢慢傳翻起嚟嗰股力量。陳太後來同我講，佢有一日同個細仔食飯，個仔忽然話：媽，你最近好似開心咗。佢聽完心裏面好暖。以前佢一定會講：你而家先知啊，我辛苦咗幾十年你都唔知。但嗰日佢冇講呢句，佢只係笑住話：係啊，我學緊唔好再咁辛苦自己。你睇呢一句就係命改咗，唔係外面所有人即刻變好，而係佢自己唔再用怨氣去回應世界。當一個女人唔再日日覺得自己被虧欠，佢嘅氣就開始清。氣一清，面就柔，面一柔，家裏嘅風水都會慢慢變。風水唔一定係擺咩掛咩，最大嘅風水係屋企女主人個心。如果女人心裏長年苦寒，屋企就好難暖。如果女人心裏慢慢有光，屋企就算普通都有一份安定。所以我同所有50歲後嘅女人講，唔好怕收經，你要怕嘅係收經之後，你仍然停唔低怨，停唔低操心，停唔低內耗。你唔停低，老天俾你嘅轉折你就接唔住。你肯停低收經，反而成為提醒你回到自己身上嘅一聲鐘。呢一聲鐘唔係叫你老，係叫你醒。醒返之後，你先會知道後半生真正要養嘅唔係一張永遠年輕嘅面，而係一副有骨氣嘅身，一顆有安定嘅心，一種唔再被過去拖住走嘅神。講到呢度，其實我最想你明白一件事，女人50歲後唔係要同歲月打仗，而係要同自己和解。你越同歲月鬥，越想證明自己冇老，越容易焦急。你越焦急，心火越盛，心火一盛，睡眠就亂，脾氣就燥，面色就乾，成個人就好似一盞油燈，火苗仲喺度，但下面啲油已經唔多。道家講養生，最重視一個字叫廠。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人同天地一樣，唔可能一世都喺春夏。後生時你要生，要長，要做，要寵，要顧住成頭家。
去到50歲後，你就要學識收，唔係收埋自己唔見人，亦唔係灰心喪氣等老，而係收返你散咗半世嘅神，收返你日日為人擔驚受怕嘅心，收返你攞去討好別人嘅力。好多女人一聽到收經就覺得自己少咗一樣嘢，其實你倒轉諗，老天爺係咪喺提醒你唔好再漏？以前係外行，之後係內養；以前係散出去，之後係藏返入嚟。你肯藏先有得養，你唔肯藏，日日內耗，幾好嘅福氣都留唔住。佛家講苦集滅道，苦唔係無端端嚟，苦有苦嘅因。女人後半生嘅苦，好多時唔係因為一條皺紋，唔係因為一兩條白頭髮，而係心裏面積咗太多，我唔抵，我唔甘心，點解冇人明白我？呢啲念頭一日兩日冇問題，幾十年擺喺心裏就會變成一種業力。你以為你喺度記住別人欠你，其實你係日日拎住一把刀慢慢割自己。儒家講安其位，咩叫安其位？唔係叫你認命受氣，而係你要知道人生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嘅位置。做女仔時有女仔嘅天真，做人太太時有太太嘅承擔，做人阿媽時有阿媽嘅操勞。去到50歲後，你唔可以再用30歲嗰套方式去逼自己。你要安喺後半生嘅位上，唔再樣樣追，唔再樣樣爭，唔再將自己活成一個永遠唔可以停低嘅人。我見過好多女人，後生時好靚，老咗反而越嚟越苦相。點解？因為佢唔肯放，佢放唔低自己曾經靚過，放唔低老公以前對佢好過，放唔低仔女細個時黐住佢，放唔低自己為呢個家付出咗幾多。你放唔低，歲月就會一路拖住你向後行。你日日望住過去，當然睇唔到後面條路仲有光，但亦有啲女人50歲後反而越嚟越有味道。佢未必着得好貴，未必面上一條紋都冇，但佢行路穩，講嘢膽，笑起上嚟唔討好人，眼神入面有一種清，呢種清係心裏冇咁多俗氣，俗氣少，福氣就容易聚。你唔好小看女人心裏個股氣，屋企好多風水真係由女主人一念一念養出嚟。所以50歲後嘅女人想真正逆生長，唔好一開始就諗買幾貴嘅保養品，亦唔好日日追住問食邊樣補品最神。你先問自己，今日有冇少一分怨？有冇早一點瞓？有冇少管一件唔應該你管嘅事？有冇俾自己一口氣、一杯茶、一段安靜？呢啲睇落平凡，其實就係真正養命嘅功夫。你要學識早瞓，養翻陣氣。我知好多女人夜晚唔肯瞓，唔係因為唔攰，而係心唔甘。白日成日為屋企忙，夜晚終於冇人叫你，終於可以睇下電